本會榮譽顧問李應生先生，尊敬嘅醫務衛生局中藥處中醫藥發展專員鍾志豪博士，尊敬嘅衛生署助理處長括弧中醫組方浩晴醫生，尊敬嘅立法會議員、全國政協委員、太平紳士本會榮譽顧問邵家輝先生，尊敬嘅戴志京勳賢 GBS 太平紳士本會榮譽顧問葉國謙先生，尊敬嘅政協委員 SBS、BBS、MH 太平紳士本會榮譽顧問葉永成先生，尊敬嘅西區警區警民關係組警民關係主任尹富坤總督察，各位會員、各位會友、各位來賓，大家晚上好。今晚係香港中醫藥業聯合會2025年會員親節聯歡晚宴，本人謹代表本會創會會長李家熾同仁，熱烈歡迎各位出席今晚活動，親臨指導會務，共聚友誼，共慶旺年好運。過去一年，將香港中藥業發展迅速，本會李監事會帶領會員秉承推動中醫藥健康發展、造福香港市民嘅理念，積極支持政府推行中醫藥發展政策，以保障市民健康為依歸，規範中醫中藥健康安全及行為準則，配合政府喺社區推廣中醫藥計劃，多次舉辦贈診上藥、健康講座等方式向市民宣傳中醫藥預防疾病知識和保健養生知識。本會李監事同仁與廣大會員共同嘅努力，得到業界和社會嘅廣泛認同。新嘅一年，本會創會會長、廣大會員、熱心會務嘅朋友，對本屆李監事充滿期望，並予以大力支持與鼓勵。讓我哋共同努力，推動香港中醫藥發展，為保障市民健康做出更大嘅貢獻。新春之際，藉此機會，祝各位生意興隆，萬事成意，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。多謝大家。好。